后来有消费者坐游轮到日本的石湾岛佚佗，想袂到最后一天的半暝点外，房间煞来淹水，行李甲伴手礼拢害溜溜。但是业者无道歉，敢若回讲有甲恁换房间啊，浸淡去的行李嘛有帮恁找好搭。这款的回应，立刻是气噗噗。我只是去日本，怎么样玩铁达尼号2.0？游轮的房间内淡糊糊，地毯有明显的积水。往房间内行到走廊，红色蓝色地毯弄掉，就算铺浴巾想要蓄水嘛无效。好在游客拢无游览的心情啊。这套东西就是该上线动了，你知道吗？踏到地毯，拢会当听到水声，行李嘛拢被塞去房间外口，讲要找业者讨回公道。这游客讲，因为初4到初7，坐游轮为家人出发，经过乌基纳瓦国到石湾岛，为初7透早点外，房间开始淹水2点左右，和这个吸尘器的声吵精神，起床一日看，房间涂骹拢焦淡。行李拢浸水，服务台通知换房间，要过经过点外到3点半才处理好势，再去9点柜台就看到其他人客伫申诉。游客要求一个合理的解说，客服人员讲，淹水已经有换房间，但其行李嘛已经找到，因真不满。联络当事业者伫1个前无回应。这游客嘛表示讲，无想要阁想起这座浸水行程啊，嘛有其他游客真无奈地表示讲，欢欢喜喜出门去佚佗，却是贵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